好啦，咁呢次嘅功課需要同大家做咗框線啦，將一啲嘅字擺喺中間啦，同埋要計咗呢一個總分、平均分、最高分數同最低分數嘅。咁第一樣嘢就大家去檔案啦、列印啦。咁你發現預覽列印呢一個預覽呢個位度見到就係其實未有框線嘅，只有嘅數據嘅啫。咁呢個檔案我已經就郵寄咗俾大家喺大家嘅內聯網 email 裏邊嘅。咁我哋去翻撳翻去常用，就可以去翻正常可以修改任何資料嘅 Excel 嘅狀態裏邊。咁首先我就想將呢個學生考試成績擺喺成個圖表裏邊嘅中間。咁所以我哋用 mouse 撳一下中間第一格，然後撳實佢，唔好放，拉到去 H 呢一格，然後撳跨欄至中。咁佢就會將全部嘅欄消失，擺呢一句句子擺咗喺中間嘅。咁而且我哋希望將中間嘅字例如呢一個最高分數拉翻好去。咁如果唔係一陣你畫嘅框線就會冚住咗呢個最高分數、最低分數啊。然後同學你可以 highlight 晒，揀晒全部嘅格仔，即係儲全格咯。然後撳呢一個框線所有框線。咁你發覺咁你就畫到所有框線啦。嗱，好似通識教育呢一度又係個字俾個框線冚住咗。咁你可以去到個儲存格上面 F 同 G 中間呢一度變咗一個黑色十字架啦，拉過少少，咁佢就會就翻成行嘅位置俾佢嘅。好啦，咁今次我哋想每一個同學仔嘅總分計晒嘅。咁只要喺第一個同學仔陳小儀裏邊嘅總分裏邊揀下，然後喺呢一個分數裏邊撳上面呢一個資料編輯列裏邊撳一下，咁你發覺會有一個黑色嘅一棟嘅線斬下斬下，即係代表你可以輸入一啲嘅資料咯。咁其實大家可以撳呢個公式。咁其實如果你撳自動總加就可以將佢加埋嘅。咁你發覺撳咗自動總加就會跨晒打橫嘅一行。咁問你係唔係咁解嘅？咁只要你喺 keyboard 度，即係喺個鍵盤度撳 Enter 掣咁你就可以將總分計晒噶啦。咁其實計完之後係咪逐格逐格，需唔需要逐格逐格撳係唔需要嘅，只要將你嘅 mouse 指向呢一點裏邊，儲存格呢一點裏邊變咗黑色呢一個十字架，撳實個 mouse 拉落去，咁其實佢會自動計晒每一行嘅總分俾你。好啦，咁我計完總分之後我想計平均分啦。咁隔離格除咗可以佢有自動嘅一啲定咗俾你之外你發覺撳箭嘴下邊係可以計平均值嘅。咁而係你撳平均值咁我又問你係咪由中文至到總分平均值？就唔係嘅。我希望計中文至到通識科平均分啫，總分係唔需要計嘅。咁可以你去到個 mouse 又係有一點嗰格度，將佢拉去前面，撳實個 mouse 拉去前面，咁佢就會縮短咗，就由中文至到通識噶啦。又撳 Enter， 咁佢就計咗平均分，然後將個 mouse 撳呢一個第一格79.6分呢一度，然後又係指向個儲存格嘅右下方變黑色十字架，拉落去，咁佢就計咗每一行嘅平均分俾你。好啦，咁樣而例如中文科，我希望計中文科打動嘅平均分。咁你撳落去，其實除咗佢可以揀呢一個之外其實你可以自己打一個嘅公式落去嘅。咁只要你向呢個編輯列撳一下，有一個斬斬嘅黑色掣，撳等於打 AVERAGE。咁呢一個就係平均嘅英文字啦，加個括弧，
括弧，然後咧就向住呢一格度 click 一 click，咁呢一格叫 B3，你可以自己打嘅，亦都可以喺儲存格度 click 入去，然後咧將個十字架拉到去最盡。咁你發覺兩點係咩意思咧？兩點即係至到 B9，然後幫佢刪括弧，之後 enter， 咁我亦都會計一個平均分俾你嘅。好啦，咁除咗平均分之外啦，你仲可以計最高分數。咁個英文字係乜嘢咧？咁又喺編輯列嗰度撳一下 mouse， 撳等於，最高嘅英文字咧係 max， 括弧。咁我今次由 B3 嗰格至到去 B10 嗰格，咁你發覺每次你輸入嘅時候咧，佢都會因應你嘅輸入而框俾你睇，你而家輸入咗啲乜嘢嘅。好啦，冇錯啦，咁你就刪括弧，咁 enter， 一樣可以揾到你需要嘅最高分數94分。咁好啦，仲有最後嘅問題就係最低分數咧，就係喺你嘅編輯列撳一下，撳 enter， 撳等於，然後打min，然後開括弧，又係啦，我哋由 B3 嗰格至到撳冇好 B10 嗰格刪括弧，咁我亦都會揾到咧呢一行最低嘅分數58俾大家嘅。咁今次嘅練習咧，大家要計個總分啦、平均分啦、打橫嘅總分啦、打橫嘅平均分啦，至到通識科啫嚇。最高嘅分數同埋最低嘅分數。嗱，請同學唔係打數字落去，而係要你用 Excel 計嘅數字出嚟嘅，先至當係交咗功課。